孤孤单单，金东行你来，寄了心事，目着悲哀。当初美丽的期待，如今失去了色彩。今夜15暝，你敢知？有时袂厌世。2017年，报道歌王叶启田发表这首真感动人的歌《15暝的月台》，作曲家江志峰老师。过去听到这个名，你会想到翁立友主唱的《我问天》，想到迄条坚持。是啦，踮作词作曲唱歌这条路坚持到今，咱要来听江志峰老师的心声。啊，不过咱要先来听伊的四姐，嘛是台语歌手江志美来开讲，讲细汉时啊的江志峰老师有啥物咱唔知影趣味的代志。其实我算伊的音乐启蒙老师，你敢知？安怎讲呢？因为高中的时阵，咱有一个迄个吉他，吉他社嘛，啊，所以我就学吉他。学四个和弦尔尔，等于我就哇厉害！我甲你讲吼，我甲你教安那，结果我安那弹都弹袂顺，人伊一下哇足顺的。所以吉他是算讲伊上界早去接触的一个乐器。啊，尾吉他学了后，伊阁学真济，拢是家己学的哦，无去请老师哦。尾阁学鼓，学足济物件。但是我会记得讲学鼓的时阵吼，其实吼实在。阮规家乡会吵到咁要抓狂，足想要甲牵落去。但是看到伊安尼遮尔认真咧学鼓吼，所以想想啊，嘛是互伊安尼毋通甲泼冷水吼。既然伊遮尔认真咧拍拼，伊伫咧足辛苦的时阵啊，阮就甲讲吼，咱无法度甲上好的人比，但是至少你若阁有法度食一顿饭，你就毋是上歹的。甚至真侪人是这顿饭食完，伊毋知影倒下一餐饭，下一顿饭伫咧倒位。所以你爱阁加油！伊就是一直想，伊感觉讲伊应该阁较拍拼。所以我感觉坚持这条歌写出来了，我嘛非常的感觉哇！我家己的小弟真正是，有够厉害的，我感觉足骄傲的吼，有这个小弟。知我长偌年苦，看袂着，行着一步算一步，雨水若落，已经压淡阮衫裤一阵风。只是予阮的心境加坚强，成功的背后，不知有偌济苦楚，阮选择的路。一定坚持到成功，坚定的心伴阮向前行，请你会记着阮的名。有人出世着好命，阮是用命在打拼，不惊失败，慢慢向前行。有命不是天注定，只要用心来打拼，一定唱出阮的名。前的路，不知我长偌年苦，看袂着，行着一步算一步，雨水若落，已经压淡阮衫裤一阵风。只是予阮的心境加坚强，成功的背后，不知有偌济苦楚。阮选择的路，一定坚持到成功。坚定的心伴阮向前
行，请你会记着阮的名。有人出世着好命，阮是用命在打拼，不惊失败，慢慢向前行。阮也不是天注定，只要用心来打拼，已经唱出阮的名。坚持谈台语歌这条路的江志峰老师，老师欢迎。国珍你好，你好，大家好。写坚持，大家拢知影讲，哇，遮出名、遮感动人的歌，是你的作品。结果原来迄个时阵，你的日子是上艰苦的。创作这条路其实无咱所想的才好行啦。吼，头一点，第二点就是讲，做音乐其实会当成功的人有偌济人，咱拢算得出来嘛。其实后壁无想的人嘛足济，所以伫咧人生上界艰苦的时阵，应该是要比起来是养分最充足的时候，就是咱会当去做一寡咱内心内底一寡感受的物件。所以坚持这条歌，其实咱袂讲，伫咧当阵对我来讲，等于是咧写我家己。迄时阵是因为讲环境、经济上真困难，还是讲有啥物其他的挫折，还是感情完后有受伤？迄当阵应该是主要是经济方面啦，经济方面。因为做音乐，足侪人讲学音乐的囡仔袂变歹嘛，但是咱袂讲做音乐的囡仔，你嘛趁无啥有通食。所以经济一直每况愈下的这个状况之下，你无法度生活，你要怎做音乐？无法度做嘛。因为我开始从岳阳店，我跟妈妈咧开讲，因为电话钱足贵的，所以是妈妈迄边纳钱。但是我开讲差不多2点钟了后，伊感觉电话钱嘛纳袂起啊，所以要甲我挂电话。要甲我挂电话的时候，我就因为心情无好嘛，你会烦嘛。好啊，你若不爱插我，啊无我去死互你看啊。啊，尾仔妈妈就讲，啊无你去死好啊，因为電話錢足貴嘅。當然是開玩笑嘅話啦。尾仔咱家己回轉來想吼，你看連死都唔驚，你有有啥物代志會驚的？既然安尼想，啊無咱就規氣甲這條路甲行好頭，甲行好徹底。啊嘛因為安尼嘅關係，尾仔才寫一條歌叫堅持。是对副歌先想出來，還是講一句一句的歌詞，安尼家己先寫出來？这条歌一开始咧写的时阵是为头一句、头一个音，伊是慢慢啊一句一句出来，毋是讲咱尾仔先写，是讲头前写，真正是一句一句出来，所以真正是照当时的心情，安尼从 A 段慢慢啊一句一句写出来。四姐教我弹吉他嘛，会晓吉他了后，我就开始听一寡西洋歌曲、西洋歌。我真正毋捌听过啥物叫演歌。我嘛捌听过啥物叫台语歌，有台语歌，台语歌是啥？就是以早叶启田哦，叶大哥伊的即个爱拼才会赢，啊甲江蕙以早哦，足久以早敢若小白的海岸，你着啉啦，落山风。敢若是类似，对，差不多是伊歌的歌。迄当阵甲听过差不多3、4首的即个台语歌以外，我就是拢听西洋歌，所以对日本歌对。真正的这个台语的感情，我完全拢唔知影要哪用。尾仔开始做唱片了，因为这个关系嘛，伊就摕出对于这个日本的演歌物件我看，五轮真功嘛，还是啥物北斗三龙因遐，我是因为开始看遐物件了后，才知影讲哦，原来是足侪台语歌是去抄以早的日本歌，去用日本歌，安尼台语词咱家己来写。我才知影讲原来是安尼，我就开始咧想讲。既然咱平平咧写这个歌，为什么咱不爱用甲一寡无共款的元素，甲写入去咱这歌内底？坚持进前是我咧学习，坚持以后，我是希望讲甲新的物件带入来这个咱无共的这个音乐的元素内底。虽然讲有一个大姊啦，龙千女啦，是毋过吼，人嘛是要看家己的实力。较早吼，人讲啊，这龙千女的小弟，即马人看到龙姐，人讲，迄江志峰的姊咧。我的理想拢是足平凡的。就敢若我退伍倒来了后，我希望讲我是一个上班族，我就朝九晚五嘛，我领薪水嘛。
我逐个月偌济钱，我就开偌济钱，我通欠偌济，我就欠偌济。结果无想到讲，妈妈甲姐姐帮我咧农事找着工课，找着工课以后，我就戆戆去上班。但是我无想到讲农事较哈尼啊操，哈尼啊忝。你24小时等于拢爱住喺录音室内底，你就住喺 standby 住喺等。人爱录音，你就爱负责录音。人走了后，哦，你就来个面谈一寡有诶无遐，你不大诶工课。实际上对我来讲，咧录音室迄几年诶时间吼，是我人生转变，算另外一个阶段，无同诶阶段。这段时间你就开始知影讲，其实音乐毋是讲有乐理，毋是讲有遮个物件尔。音乐佫包括啥？伊诶频率，互听着即个感受诶感觉。咱即马我甲国珍咧开讲，咱咧讲话，频率敢会当甲你吸引？咱即个频率，人敢会介意听？所以咱咧做歌诶时阵，就变做讲加我一个加一个无共诶经验。你歌写出来，你安怎去唱？你诶气定喺倒？你用啥物声去表现？人才会介意即个物件，较会去引着人诶心。这就是我尾后咧录音室内底，真正是你开始学袂到诶物件。啊嘛，因为安尼，相信讲才有法度创作出一条一条每遍写得对诶好歌。坚持了吼，你开始会晓为歌手量身定做。应该是讲，啥物物件适合你唱，啥物物件合你诶事。对，所以咧写歌到尾啊，就变做我会先去想讲哦，你诶共鸣点吼，啥物所在上好听，啊，所以咱就尽量去写迄个所在。搁一点就是你诶家字，你会安怎去家字？就敢若咱记一个礼拜，以罗斯峰大哥来讲，我嘛是尾啊，甲伊合作过了遍了，我才知影讲，哦，原来唱歌方式是安尼，哦，伊就家己切起安尼咧录音室内底，啊，所以伊诶共鸣就是差不多拢咧一个咧即个所在。你知了后，你就法度去写，大概啊发啥物发音的字，较适合即个所在。包括伊的即个尾音的即个准音的，安怎去写，较适合伊，嘛是尾啊慢慢才知影。啊，当然这物件是，就是甲咱进前咧讲，就是咱咧录音室的时阵所学习来的，尾啊知影讲，哦，原来量身定做就是安尼去做的。当然一开始爱感谢人足济啦，就讲一开始我10几岁当阵帮即个曹启明曹大哥帮伊做专辑。是该要代无是甲做死安尼，若毋是因为甲做死了后，咱嘛袂知影讲，哦，原来安尼做是甲一个歌手做到以后拢无退路。啊，因为知影了后，咱以后就慢慢哦，安怎才有法度去符合即个歌手，安怎才有法度，互即个歌手表现甲上好。佮做甲讲歌手招你合唱，赶紧的吼，我听志峰哥本人来唱伊头拄啊讲，甲罗斯峰大哥写的《人生一首歌》。真心来交陪的朋友，不免计较大小酒。一杯醋茶，切5天的豆干，阮嘛啉甲规暝爽袂停。来斗阵，感谢你无分大小。一路相挺挺到底，人生亲像一条歌，做阵像咱的名声。不惊风，不惊雨，有你做伙拼输赢。人生亲像一条歌，做阵像咱的名声。我敬你，你敬我，因为有你。我不惊。
来交陪的朋友，不免计较大小酒。一杯醋茶，切五间的豆干，阮嘛啉甲规暝爽袂停。来斗阵，感谢你无分大小，一路相挺挺到底。人生亲像一条歌，做阵像咱的名声。不惊风，不惊雨，有你做伙拼输赢。人生亲像一条歌，做阵像咱的名声。我敬你，你敬我，因为有你，我不惊。人生亲像一条歌，做阵像咱的名声。不惊风，不惊雨，有你做伙拼输赢。人生亲像一条歌，做阵像咱的名声。我敬你，你敬我，因为有你，我不惊。讲起这个歌段吼，这个大兄大姐，因拄开始拢会想讲，啊，这是龙千女的小弟，加减会小带着，但是落尾拢看到你的才情，甲你的认真。颠倒我爱讲的是爱感谢因才对啦。咱有啥物才情？其实咱无啥物才情嘛，咱有的就是咱歌会晓写，写啊侪歌，吼，若毋是逐个人安尼唱，敢若歌唱红，慢慢啊，互人知影讲，哦，原来江志勇就是啥物人，啥物某人安尼。若毋是因安尼唱，就变做无咱嘛。你人生一首歌来讲，对大刘哥来讲，已经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艺人啊嘛。咱当出道无偌久，而且大刘哥愿意甲咱做伙唱人生一首歌，甲咱牵成，对咱来讲是一个非常感动、非常感恩、足感激的一个代志。敢是公司来甲你参详讲，哦，坚持这个歌，大家拢咧讨论讲幕后作词作曲是谁，是毋是规气吼？拢一个谈公司出遮济啊，换你出一个啊。原本是我歌写足济，拢有对。公司拄仔要签一个歌手，结果签无着，差一个歌手。因为25岁时我出过一块即个国语专辑嘛，所以公司就甲我的名写起。伊讲我无欠一个人贴我的名起，贴起。啊，办完公司看看，伊讲，啊，伊早就出过唱片，啊无，好啦，用伊嘛可以啦。是因为安尼，公司甲我的名写起了后，才过来找我。伊讲啊，无你敢要出唱片？但是迄当阵我是完全无想要唱歌，为什么？因为对我来讲，就敢若姐姐定咧讲，伊讲吼，伊讲你遮个好唱，啊为什么特别你若去你电视顶面唱歌，还是讲你只要有比赛，什物唱歌的比赛，你拢唱甲安尼哩哩啦啦安尼，啊私底下你就唱甲足好。我讲对啊，其实我都毋是一个歌手的，即个叫啥？叫啥？毋是一个歌手的叫嚣嘛？对。所以唱歌对我来讲，其实我无介意。啊！但是迄人公司甲我的名写起了后，我就讲，真正无想要唱啦。啊，公司就想一个办法，伊讲，江哥，我甲你讲啦，你写一个歌遮红啊吼，你规家己出一张唱片啦。我讲袂，我不爱唱。我若要唱，我25岁就迄当继续唱就好。为什么退出即马搁倒来唱要创啊？你毋知啦，你写一个歌吼，你若无唱吼，以后你死去了吼，就无人知啦。死去了无人知。敢若嘛有道理吼，即句话怪有行，怪有行。上尾哪有一个迄个牌匾嘛？伊敢是啥物墓志铭啊啥有无？你做过啥物代志？拢上无咱有写一寡歌嘛？我想，敢若不哩有道理的款，啊无，咱来写一块墓志铭互家己。以后咱娶起来的时阵，上无个一块物件放在遐。迄块叫做《今生为你》，《今生为你》出去了后，拄好有2条歌有着。结果第2年公司要搁签迄个歌手。佫无签着，佫走来找我。伊讲啊，我甲你讲啦，江哥我甲你讲，迄墓志铭无人咧做一边的啦，你安尼歪一边啦，上无爱做2边一对啦。
我想想，敢若不哩有道理吼。咱若囥一边东起边，囥两边不哩好看，嘿啊，啊无搁出一题好啊。结果第二张专辑就是《芳水》，明仔载。就因为《芳水》甲明仔载做好了后，其实我头一第二张专辑的时阵，公司是完全无签约的，纯粹就是咱足简单，就是要去贴迄个档期的嘛。其实咱就讲，迄段时间我的经济无足好，妈妈甲姐姐一直甲我洗脑，伊讲其实行演艺界这条路，你去唱歌，你若去外口跑一个场，做一下活动，上无个加减有收入，会当补贴你家己，较袂遐艰苦。我是因为妈妈姐姐安尼讲了后，我想想，对啊，敢若有道理。我再甲公司签约，签5年，后壁才有即个除了明仔载以外，才有即个批、天意，啊，甲即个7天的专辑一直出来。真正决定要行来到无前，你敢有想讲啊？我家己适合什么款的歌咯？我真正无想了咧。其实我是真正从来无想到讲我家己适合什么款的歌路。咱若以写歌来讲，咱用台语有2字足好听的，叫做热销。这句话用我身上上介适合。为什么我安尼讲？写歌是要用唱，要用会当发挥伊的感情。但是对我来讲，我感觉写歌有2种目的，头一种就是互人哭，第二就是互人笑。除了这以外，佫有一种就是互家己唱较着伤，啊无就是互别人唱较爽快。为什么互家己唱较着伤？因为录音室的物件，咱以录音室甲现实来讲啦吼，录音室的物件一般，我会希望今仔我是要去录音，这个物件是要卖要发行的，我就希望伊做甲天衣无缝，做甲金，做甲水当当安尼。所以咧录音室内底，不管你安怎唱安怎播，对我来讲拢毋是问题。但是你若是以外口的物件来讲，你要用唱，你咧录音室我都唱，你出去你就不一定我都唱啊。对，所以对我家己来讲，头到郭真咧讲，你讲感觉甲家己量身定做，其实坦白讲真正无。我拢是写互家己非常困难，啊无就是你录音室会当甲家己折磨甲死的迄款的。我感觉迄种才是好的作品，因为迄种物件才弯弯翘翘，才有眉有角。你一个作品出来，你若无眉眉角角，无弯弯翘翘，我是感觉袂听的。你定定咧想一句词，找一句词，改一个 melody， 拢开1-2礼拜，找一字就遮尔用心吗？这真正是干那你才做会讲。这感谢白兰哥啦，嘛要感谢我老师刘家昌，因为当初白兰哥有一遍咧我人生上届算足不如意的时阵，写歌写到拄着坎站的时阵，白兰哥就讲啊，志勇你最近是毋是拄着一寡物件吼，较无法度发挥安尼？我讲对啊对啊，白兰哥你也知，因为白兰哥我有咧甲你关注，我有咧甲你看哦，平常时你咧写啥物歌吼，你咧做啥物代志？我拢会去甲你注意，啊，所以讲我知你最近有一寡物件可能较无法度发挥。迄才有当时的代志。哦，进前迄是麦芬芳，我问天写好的时阵，迄边讲完了，我就尾后就写麦芬芳出来嘛。这是别人搁互我一寡建议，啊，包括讲当初去对我的老师刘家昌的时阵，伊嘛是互我足奇怪的想法，包括伊甲我讲叫我3音写一条歌，迄边哪写会出来？3音，结果真正。这几年啊，慢慢我安尼去遐看去遐听，真正有一寡物件是3-4个音，就我都写甲足好听，而且全世界足流行的。敢若找一日爱找一礼拜的人，赶紧的，我请大哥吼来唱这条我那里的杰作，7天，咱斟酌来甲听，经甲上界彻底要表现迄种的感情。心愿依然有苍苍，离开你第2天，心底石头这呢重。离开你第3天，忍受痛苦甘愿。第4天，爱恨交错，敢是错乱？第5天，
我是假走找你的人。第六天，我怨天怨世间。抱着人生的气概，我笑笑送关怀，一直强忍，将要搬落的目屎。人生劫对你的爱，我听在心内。爱情，我予你打败，我也祝你幸福。过着美满的将来，你若知，我会重新振作起来。离开你后一天。心烦意乱愈苍苍，离开你第二天，心底石头这呢重。离开你第三天，忍受痛苦甘愿。第四天，爱恨交错，敢是错乱？第五天，我是假走找你的人。第六天，我怨天怨世间。抱着人生的气概，我笑笑送关怀，一直强忍，将要搬落的目屎。人生劫对你的爱，我听在心内。爱情，我予你打败，我也祝你幸福，过着美满的将来。你若知，我会重新振作起来。抱着人生的气概，我笑笑送关怀。一直强忍，将要搬落的目屎。人生劫对你的爱，我听在心内。爱情，我予你打败，我也祝你幸福，过着美满的将来。你若知，我会重新振作起来。家己写，家己唱，感情更较丰富。我嘛毋知影什么适合我家己，但是我知影一件足重要的代志，就是讲，即个歌出去，咱是要创啥？希望别人接受到的物件是啥物件？因为都是希望讲会当人感动嘛，会当互接受了，会当互对号入座。所以，咱一定是照家己的方法来表演这条歌，但是是毋是上好，真正毋知，真正毋知影。你细汉的时阵，讲起来吼，厝里已经有歌手啊，龙姐已经渐渐红啊，还佫有四姐，迄当阵伊嘛唱华语的专辑，啊你拢无想讲要行艺界咯，颠倒你咧想的，讲我要做一个公务员，我要安尼稳定生活，敢是讲因为迄当阵因行艺界行了真无闲，甚至讲妈妈爱去陪伴大姐，迄互你一种真深的印象。我会想要去做公务员，其实应该是原因是因为爸爸甲妈妈，对无毋对？就国正讲的，含姐姐因拢有关系。我认为是讲一个圆满的家庭，应该是规家伙啊，大家爱住做伙，大家会当做伙去佚佗，安尼啊食饭做伙食。可能因为做囡仔时阵无迄种生活，所以我一直希望讲，咱的生活莫伤过复杂，愈简单愈好。因为简单才有法度体会到幸福，
颠倒你钱趁搁较济，你愈复杂，这物件会离你愈来愈远。因为迄当爸爸生意失败嘛，所以去讨海。姐姐甲妈妈因拢咧台北，因为姐姐唱歌嘛，妈妈会甲照顾，所以家人一开始剩我甲两个小妹仔，其他的姐姐拢落咧台北啊。尾和妹妹嘛拢带台北，就剩我一人咧家人安尼。所以对我来讲，我会认为讲简单就是上大幸福，大家当做伙。2个月才倒来看咱一摆，咱的大姐总是心内吼一定毋捌代志的时阵，对伊问题讲会烦嫌，还是讲会计较。慢慢你安怎样转变对家己即个大姐对龙姐的看法？我熟了足慢的呢，就是我10几岁迄当阵，尤其是差不多正10岁的时阵，我足册阮姐姐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开始我的人生就是希望讲会当足平顺，会当做我家己，我会当莫去做别人。因为伊的关系，所以我无代无志入去音乐班。为什么？因为迄当伊讲唱歌嘛。考音乐班的时阵，老师讲这是以早叫江玉琴。伊讲这位是江玉琴小弟仔哦。原本音乐班是无我的，听到江玉琴3字，我转变音乐班。我人生从此改变。尾仔我大汉了，伊对妈妈去台北做工课，我会认为讲，你甲妈妈拢带走伊。尾仔搁较大汉了，我会搁想着讲，我人生哪安尼莫名其妙家己大汉的。所以一开始。但无啥会当谅解，一直到尾啊，知影讲伊为即个厝付出啊济，包括爸爸生意失败，咱以早读册，其他的即个姐姐妹妹，因的学费、因的生活，拢姐姐照顾了。尾啊，才知影原来姐姐会辛苦。但是迄当阵咱嘛无法度甲伊斗相共产的嘛，因为毕竟姐姐较好做，较好趁，所以咱所有的一切到10几年前，佫是。二姐、龙姐咧帮咱负责，是一直到尾啊爸爸过身了后，我才望讲姐姐会当好好休困，咱甲这个责任甲担起来。近年来，伊的专辑，你咧甲制作的时阵，下足侪心情，要甲转变，互有新的开口，这是你对伊一种报答的。对姐姐的唱片来讲，我一直希望讲，伊的定位会当改变。为什么讲定位会当改变？敢讲姐姐无够红，当然嘛毋是啊。因为姐姐的族群一直拢是差不多40、50岁以上的人。我希望讲，伊的族群会当慢慢弹到连10几岁啊，甚至讲10岁以下的囡仔，拢会当唱姐姐的歌。所以伊的物件，我一直希望讲，会当创新，会当改变。但是你在创新甲改变当中，你袂当互伊原本的族群无接受伊的歌。宝岛光叶启田，你嘛甲下足侪心情。阮听到15年的月台，这条歌是安怎写出来？ 15年月台，讲到语答，我要甲做这个唱片进前，已经休足长一段时间啊。已经2005年发过迄个爱你袂着，祝你幸福了，就无搁发片啊，当10多年。所以为什么尾来写15年月台？是因为我甲这个作词的老师甲肖老师，阮就有讨论一段时间，讲希望讲会当用一个无共的物件，互这个叶大哥来发挥。那 咱要安怎去定位这个中这个空窗期？尾来想到一个最好的歌名嘛，15年的月台，再慢慢来延续这个物件。所以15年月台这条歌内底，伊有足侪歌词的，伊是咧讲人生的来来去去，就敢若叶大哥的这个歌单这个定位同款。当初美丽的期待，如今 失去了色彩，今夜15年的月台，有时原意是你甘知，就请把你爬的月台，等待的也已经 袂过来，就敢若写一个人生的故事。其实我最喜欢这个感觉。我谢谢国珍，我感谢国珍，我今仔有这个机会，搁想到这条歌。再一次想到讲，我当初为什么会去创作这个物件？为什么
会投注较侪心血在叶大哥的身上。为什么？因为互我太感动了。一世人会当做一个宝岛歌王，这是偌感动的代志。原本咧做这个专辑的时阵吼，足侪人甲我讲，这是一个小道消息。咱私底下咧讲的，足侪人讲，杨江哥，你即边吼15年的话台，甲庆辉两条歌选一条叶大哥落啊，一条咧放咧家己做家己专辑的新歌。尾我想，我想讲毋好啦，咱若要拼，咱一门就要起诉啊。嘿啊，袂使安尼分来分去，所以我甲15年话台甲庆辉放在内底放做伙。但是坦白讲，因为志勇家己的关系，第一我经费无够，第二咱家己公司，所有钱拢家己开嘛。我家己选一条歌来拍，事后证明一件代志。最常人讲专辑转去了，摕转去了，伊感觉庆辉足好听的。庆辉这条歌，如果是安怎样写出来？写这条歌的歌词的这个查某囡仔，伊本身写的是伊家己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啥？就是这要怎讲？这是一个形容词，足歹去解说。就是咱用一句话来形容，但是这我感觉，郭真应该你来讲较适合。我刚才讲，咱讲花开堪折直须折。莫待无花空折枝，这边来形容这个物件。庆辉就是跟他捧一名尔。是，你看啦，咱两个这水准差偌济。我讲老长讲啊久，你一句话，庆辉就甲捧一名尔。咱讲啊较长。无，迄是歌词内底写，迄毋是我讲。哦，是周老师家己写的哦。是。迄是叶大哥唱去人的心内，我到即马还会记的哦。咱坦白讲吼，15年话台是完全是为叶大哥咧写的。庆辉这首歌，我是原本咧写是写家己爽的，我真正是写我家己要爽的。有影呢？我是家己要唱的，所以这条歌伊的起起落落非常的大。伊马上就飞行机安尼，咻3万英尺啊，就马上搁拉到100公尺安尼。但是我无想到讲叶启连叶大哥咧唱的，伊尾啊。伊真都足喜欢这条歌的，伊就是用迄个山内群的唱法去表达。是。原本这条歌是坦白讲，我非常介意，而且写的时候我嘛无设定啦，完全是就是照咱以前咧学的音乐，吼乐理安怎行，咱就音乐去安怎写。生意甲你邀请摕转来家己唱，后回过来吼唱这条，这回先听你唱，听你唱另外一条你家己原来足介意的歌，就是迄条日记。不知何时，我已经袂记。爱是啥物？一阵风夹起，夜夜的记忆，原来是我也想你。反黄的色水，渐渐失去。听一页我爱你的日记，听两页伤心放开，听袂完一本咱的过去，原来早就刻在心内里。7月初七。有你的美，不甘搁嫌弃。
爱是啥物？一阵风夹起，夜夜的记忆，原来是我也想你。缘的色彩，渐渐失去。伤心放开，听袂完一本咱的过去，原来早就刻在心内面。七月初七，有你的味，不甘搁嫌弃。寄一夜我爱你的日记，听两夜伤心放开，听袂完一本咱的过去，原来早就刻在心内面。七月初七，有你的味，不甘搁嫌弃。唱歌一定爱唱甲，互家己经甲用要经袂过。这相信毋是干那唱歌，毋是干那写歌，嘛是江志峰大哥人生现主时面对挑战的态度。我感觉日记这条歌，嘛互我这个感觉。是，这就是一个变态男的心情。偌变态，一定爱唱甲家己无法度唱安尼。但是坦白讲，这条歌你都毋是录出来，我非常的满意。而且当时是状况上歹的时阵，我拄好破病，所以。迄块专辑的封面的相片，你会看到志峰的面，敢若一块月饼，一块大饼，面足圆的。因为当我拄好煮一个类固醇的物件，因为脑规个缩起来嘛。你讲身体这个物件，你敢有咧倒落迄当阵啊？倒落迄时阵，你回头过去看，你才知影你人生做偌济代志，你才知影以我来讲，我才知影我写偌济歌。我才知影讲，原来偌济人唱过我的歌，我才知影讲，原来偌济人介意我的作品。你若无继续做，无继续写，你为即摆就甲荒废掉。以后你会毋知影讲，你做过偌济代志。所以这就敢若啥，你有法度担活重，你就去遐试看觅啊。等到你担袂起来的时阵，你才知影讲，原来你进步就是到倒位。所以对我来讲，人生嘛是安尼。你讲身体好也歹。咱只要讲无足严重的问题，拢是好，表示拢无问题，就是写嘛，就是做嘛，就是希望别人快乐嘛，希望别人艰苦。其实艰苦毋是真正要用艰苦，是因为写歌，我希望你会当哭，你听出来你会当哭，因为哭完了后，你就无负担嘛，哭完了后你就勇敢嘛，就是遮简单，就是欢喜甲艰苦。这甲你当初时。想要过简单公务员的生活已经差真远啊咧。对啊，我的人生希望是过了上较简单的生活，结果想袂到我的人生过了是遐尔啊多彩多姿吗？还是讲嘛无算复杂？但是我感觉我的人生有一点甲人无共，就是我会当体会到比别人更较侪的色彩。啊！你到今嘛，你嘛搁咧挑战，甚至挑战甲对华语歌曲去，原住民的歌手，让我做这个歌，你嘛我都写出来啦。写歌对咱来讲，就敢若逐工拢爱做的工课，但是要安怎甲这个物件做好，这就无简单啊。
对啊。我来感谢这许旋风这两位原住民的好朋友吼，好兄弟啊。因定定拢会有我一寡无共的想法，有当啊，包括讲咱咧讲话这个方式吼，也是讲这个态度，甲这个表情。那我想着讲，希望会当甲因合作一下无共的物件，是因为安尼，因为咱无共的族群，因为的方式，因讲话的方式，因做代志的方式，甲因表达的方式，甲志勇完全无共。啊，你看，咱若写一条歌，用三个无共的方式。来全世界物件来表达这个物件的时阵，迄出来物件是偌丰富，就敢咱咧煮菜，就敢咱咧炒菜同款嘛。你头拄仔咧讲到了陈百潭老师以外，另外一个影响真深的，就是刘家昌老师。人一般吼会感觉讲刘家昌伊所写的歌，甲江志峰所写的歌，等于是两个世界啦。啊，毋知影讲恁过去什么缘分，讲互相会当遮尔亲近。人生上界艰苦的时阵。就是咱咧坚持进前一段时间嘛，因为真正足艰苦的，啊伊拄仔要请一个助理，结果朋友拄仔介绍我就去啊，飞过另外一个所在对吧？去迄边去对伊，所以呢一段时间接受着伊非常济一寡无共的观念，包括一寡新的想法，有一寡人是讲伊有功夫，伊袂去教人。就是会装嘛，装书嘛，但是完全袂哦。你若要甲问啥，还是讲你有啥物毋知，你甲请教，甚至讲伊今日发现着啥物物件，伊全部拢会来讲。尾啊，只要老师有倒来台湾，一定会甲我讲。我咧想这是一种赏识，对你真少年，感觉讲哇，我看过的这学生内底，你是足认真的嘛，互伊印象真深。我算上不成才的学生吧。你看伊学生遮尔啊多，包括这个郑经一哥嘛伊学生啊，是啊，而且伊学生大家拢非常有这个成就拢非常的悬。所以坦白讲，以我来讲，我会感觉，我只是伊的一个小小的文星尔啦。有的老师吼，共一块卡啦，有才调写10外条歌，甚至毋拿啦，真侪歌手唱了共这个歌路红了后，伊一再重复。你听起来，这个专辑甲迄个专辑都无啥无共，这是市场人成功的条件啦。咱可能不便讲啥，但是总是讲徛伫创作的角度，你爱小评论一下呢。你莫我过来我跳啦，你安尼前奏3秒，你去就知影作词作曲是啥啦。无坦白讲吼，这嘛毋是歹代志，但是嘛毋是好代志。这变做是一个惯性嘛，惯性就是咱人为什么会进步？就是不断咧冲突内底，产生冲突，所以才会进步。就讲咱即马啉即个咖啡用即个马克杯，咱用习惯即个马克杯啉咖啡以后，咱以后换别个杯啊，换茶杯啊，还是换啥杯啊，你用感觉怪怪，咱就是一定要用马克杯。啊，即个物件就敢若音乐同款。其实对啦，你讲了嘛无毋对啦，其实足奇怪的。市场这味，我终于跳入你的窟啦。因为大多数吼，大家爱听歌的人已经听会哈，结果吼，煞作词作曲的老师讲固定听伫遮，咱若要讲吼，这较像固定咧做一个工课，较无像艺术创作。早期吼，20-30年前的国语歌，咱要哪甲写入来即摆的台语歌内底意思共款嘛？那台语歌嘛是不断的创新，咱无可能讲是一成不变的。就是照以前迄个口味一直过来，一直过来。那安尼，咱就抄歌就好啊，咱就抄日本歌就好啊。一成不变的老师来讲，伊无求新，伊无求变。坦白讲，伊只要莫伤歹听，咱嘛是会当接受啦。是。安尼最近你咧写什么歌？求新、求变、求好听。自做囡仔开始，我足介意足侪西洋歌，咱就甲伊的迄个感觉、精神，甲提过来遮，就敢若啥？咱的和弦嘛，咱的和弦。变化是安怎去行？咱甲这个和弦的变化的感觉，甲留落来，包括伊的指法安怎去变化，咱甲这个指法留落来。但是选入的物件，咱就是新的；咱语言的物件，咱就是新的。所以最近变态写这个物件。看你坐入一台车内底。红灯的光线
变成乌白，刺痛我目眶，亲像刀火，欺骗家己，不愿清醒。电话来你，念念无解说，等无你的一句真心话。认真的人，颠倒变笑话，哪会听甲这呢贴地？最后你伴我有罪。我的罪是为你戆戆的痴迷，敢讲捌有后悔，就无算是爱过。最后你伴我有罪，我的罪是为你无顾这一切，怪伫记伫内底，无路通摕，但若真正重新来过。我为什么拢写这歹唱的歌，我家己唱？因为你唔若坚持，搁咧求新求变。啊，大哥，我甲你约束一下，继续写歌，继续写感动人、好听的歌，互所有爱听歌的台湾人，继续有你新的作品来体会。真正的艺术家，唔是一成不变，唔是咧做工。江志峰老师将歌写入去台湾人灵魂上介深的所在。老师，亲像世界出名的影星同款，甲阮印一个柔软的手印。嘿，有人出世就好命，阮是用命在打拼。江志峰老师用伊的作品，甲咱提醒讲，人一定要认一道，一定要求新求变，到落尾找到人生的光明，找到梦中的蝴蝶。迄个时阵的感动，迄个时阵的价值，拢是咱家己永远上宝贵的财产，嘛是对社会上界大奉献甲付出。感谢江老师来开讲，老师多谢，谢谢。心所爱的歌，下回倒当个节目现场，同齐搁再来开。